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入撒母耳记上第13天的共读。今天邀请嘉硕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现在上帝感谢您，让我们在一天的早晨，经由你的话语作为我们今天生命的开始。主啊，求主你保守我们一下时间，借由牧师的讲解，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更深、更清楚的明白。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到主你的手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上的第11章看见扫罗他被安立为王之后的第一场的战争。那虽然扫罗已经2度被宣告被安立为王，但是他却在帮父亲赶牛，做家中的事业，也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之下能够招聚33万大军，因为有上帝的灵催逼。然后也有上帝让百姓有敬畏敬怕的心，所以他们在亚门人的侵扰之下，能够取得第一场的胜利。那在这个军事的胜利之下，扫罗也得到全体人民的信赖。虽然有人起来说当初唱衰扫罗的要处死但扫罗也谦卑的表示今天是神拯救以色列的日子，所以今天不能处死人。那撒母耳也见机行事，就是邀请大家到吉甲，那要在那个地方第3次来膏扫罗为王好，那能够上下一心。那么今天要继续来读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12章，也是撒母耳他退休的感言，或是他临别的赠言。那我们先请嘉硕长老带我们来读12章的第1节到第5节。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我已经照你们的要求立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有王来领导你们。至于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们都跟你们在一起。我从年幼到现在一直领导你们。现在我在这里，如果我做过什么错事，你们可以在上主和他选立的王面前指控我。我夺过人家的牛，或抢过人家的驴吗？我欺骗过、压榨过什么人吗？我收过谁的贿赂没有？如果我做过这一类的事，我一定偿还。民众回答：你没有欺骗我们，或压榨我们，你没有向谁拿过什么东西。撒母耳说：今天上主和他选立的王是我的证人，你们知道我是清白的。民众说：是的，上主是我们的证人。好，那撒母耳他担任士师，担任祭司，也担任这个以色列人的审判长那已经一段时间。那他在要退休或是要交接好的这个时刻呢，除了扫罗为王，也要把这个治理的权柄或是领导的权柄、审判的权柄来交给扫罗。所以他以自己的生命的服事历程来先为自己辩护，就是他现在已经按照大家所要求的，那上帝也同意，那有一位王，那这位王呢也是经过大家认同，从一开始有人认同不认同，到后来扫罗击溃了亚门人，大家都认同。所以第3节撒母耳说：我现在在这里。从幼年一直到今日都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前为我作证那为撒母耳做什么证呢？好，就是第3节后面说的，我有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或虐待过谁，或是从谁的手里收过贿赂而蒙蔽自己的眼目呢？如果有，他必偿还。那在撒母耳记上第8章的11节，也就是当百姓第一次向撒母耳，因为看撒母耳的儿子不能继承他的父亲撒母耳的这个工作，所以要求撒母耳立个王。那时候撒母耳就警告你们所要立的王将要被这个王来管辖，这个王要管辖你们的儿女，这个王要征收你们的田地，这个王要使你们成为
仆人和婢女，这个王要收税1/10。好，那这个王到最后你们要哀求。好，那就是，但是撒母耳好，他也表示说他自己并不是王，他没有做王所会做的这一些的事情，所以他没有去征收，强行征收，或是他没有去抢夺过，或是去霸占过。那除了他在上帝的面前，也有在上帝的受膏者面前来为撒母耳作证哦。那上帝的受膏者，好，那在现在最后一本好都是翻成选立的王，好，但和本是保留原文，就是神的受膏者。那这受膏者第一个当然是指扫罗，好，因为现在是第一个王，好，扫罗王就是要为撒母耳来作证。当扫罗王接续这个王权，好，这个政权的时候，那他会知道撒母耳前面所做的，好，到底是经不经得起考验。那这受膏者，好，那到后来，好，也可以引申变成是救赎主弥赛亚，好，那这个希伯来文的发音就是 Messiah， 好，就是受膏者，就是弥赛亚。那到了新约，好，就成为基督哦。所以，受膏者这个用字呢，好，在撒母耳这个时候来运用哦，是非常的清楚，好，那指的是王，好，但是也是上帝所郑重所拣选的这一位。那撒母耳这样子提完之后呢，好，民众都回应撒母耳说：是的，愿耶和华作证，上主是我们的证人。好，那也是他们在看见撒母耳一生的服事，好，从他可能3岁到了会幕，那到他现在可能是70、80岁，好，但是呢，这是他们在撒母耳的一生的服事，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接着再请迦硕长老带我们来读第6节到第10节。第6节，撒母耳继续说：那位拣选摩西和亚伦的上主，曾经领你们的祖先出埃及。现在你们站好，我要在上主面前指控你们，提醒你们，上主为了救你们和你们的祖先做了多么奇异的大事。当雅各一家到埃及，埃及人压迫他们的时候，你们的祖先向上主求救，上主派遣摩西和亚伦领他们出埃及，把他们安顿在这地方。但是他们竟忘记了上主他们的上帝，所以上主让非利士人、摩甲王和亚索城的将军西西拉攻打你们的祖先，征服他们。于是他们向上主求救说：上主啊，我们犯罪了，因为我们背弃你，去拜巴力和亚斯他路。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我们一定侍奉你。那撒母耳他是一位有历史感，就是他对国家或是说对民族怎么样的来龙去脉有非常的清楚，所以撒母耳回顾历史当他要交接这个政权，交接这个审判权的时候那他也从摩西、亚伦来提起也就是出埃及记的时期。那怎么样领他们的祖先，以色列的祖先是上主，是耶和华。第7节说，你们现在要站住，让我在耶和华面前，以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祖先所行一切公义的事来和你们争辩了。好，争辩。那这个争辩在他的意思是辩护就是撒母耳在这里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为上帝来辩护。好，那这个辩护是要让人民能够来觉醒，能够来知道，其实人民所要求的最终是一个多余的要求，或是一个无理的要求。但是上帝就任凭也体贴他们。所以从第8节讲到了雅各到了埃及，那这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那你们的祖先呼求神，神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的祖先出了埃及。那出了埃及来到这地方，虽然他们现在是在吉甲，那这地方也是迦南地，也就是约书亚要进入迦南地前的这个重要的地方。但是当他们神领他们来到这地方，他们却忘记他们神就是耶和华。
那神就把以色列百姓交给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中。那这里已经谈到了士师记的第4章啊，好，士师记的第4章就讲到了这个西西拉，好，他来跟非利士人还有摩押王，好，他们如何的好来对付这些要进迦南地的以色列人。那所以他们常常这些外邦人外族人常常来攻击他们，所以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了耶和华，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我们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朱巴利和亚斯他路，我们在读到第7章撒母耳记上第7章的时候，那时候撒母耳就是约柜被掳后没有多久，撒母耳起来要来复兴振作百姓，所以他告诉百姓要全心回转归向耶和华，要预备你们的心归向耶和华，而且要从你们中间来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所以这也是撒母耳他从年轻起来32岁好来接这个士师的位置，到他现在可能是70、80岁左右。好，那他很清楚知道他要征战的对象好就是这些迦南地的偶像好这些的外族的神明好，他要让这些进入迦南的子民上帝的子民不要沾染污秽，不要来跟接触这些的偶像的权势好，所以撒母耳用这个历史的回顾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节但是带领他们来回顾将近500多年来的500-600年的这个历史和这个过程让他们清楚的看见一路带领他们在成为他们的君王的是神，是耶和华神。接着再请家所长带我们来读11节到15节。上主派遣基甸、巴拉和耶弗他，最后派我来救你们，脱离周围的仇敌，使你们平安过日子。但你们看见亚门的拿辖王攻击你们，就弃绝上主，你们的上帝做你们的王，要求我说，我们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现在你们所选立的王在这里，你们要一个王，上主已经给你们了。你们若敬畏上主，你们的上帝，侍奉他，听从他，遵守他的诫命，你们和你们的王若对他忠诚，你们就会平安无事。但是你们若不听从上主，不遵守他的诫命，他就要敌对你们和你们的王。好，谢谢。那撒母耳这样的回顾历史的教训，或是说从历史有感而发，其实先知这个摩西也曾经这样子做过，特别是在申命记，也是要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在他120岁的左右来回顾过去40年上帝带领他们的历史。那所以撒母耳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在回顾他们的历史，让人回头看，才可以看得出上帝的拯救，一路的带领。那撒母耳继续在11节提到了这个和本是翻他的名字耶路巴利，耶路巴利就是指基甸，那还有比但，那这个比但呢就是和本是翻比但，现在中译本直接都翻成巴拉，因为这个比但呢名字是审判中，但学者认为这个比但应该就是巴拉，就是士师记第4章提到的，还有耶弗他，那这也是士师，那最后派我，那所以和本是派了耶路巴利、比但、耶弗他，第4个是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但是也有人认为这里撒母耳呢，不是指撒母耳，是指参孙。但是现在作为一本也用最后是我，所以这些的士师当中，我们会说最后一位士师是撒母耳，因为大家也把它放在这群士师的当中，那出处就是在今天的撒母耳记上12章这些士师虽然的名字都是审判，就是来审问在百姓当中的治理他们的事情，但是也成为他们的领袖，特别是要救他们来脱离仇敌和外邦人的手。那所以他们才能够安然居住在迦南地。那但是12节，你们看见亚门人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不要有一个王治理我们。好，那我们从撒母耳记看到的故事是拿辖是在
后面才出现，是他们先要求第7章第8章先要求一位王，那在第11章才有亚扪人的拿辖。不过我们昨天有提到11章前面这拿辖可能事先呢就已经有来攻打了迦得和流便，就是吕便支派，甚至挖了这些百姓的右眼，最后才有7000个人逃出来来逃难到基列雅比这个地方。好，那有可能这个事件呢是因为亚扪王拿辖的缘故，所以他们想要有一个王能够来抗衡或是来对抗。但是撒母耳在这边清楚的说，其实并不是一位王，因为耶和华就是你们的王就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也是你们的王那13节撒母耳提到，现在看这就是你们所选、你们所求的王，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那这位王虽然没有指是谁，就是扫罗，因为这个时刻就是扫罗他已经胜过了亚扪王，胜过了拿辖的时刻。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不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你们和治你们的王也都跟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所以这里撒母耳提到了几件事情，就是第一个要敬畏，第二个要侍奉，第三要听他的话而不违背，第四个要跟从你们的神。好，那这4件事情呢，撒母耳在这边做的呢就是教导，来教导这些的百姓，对于一个上帝的受膏者，上帝所拣选的王，应当要带着敬畏的心。那即便这个王做得好或做得不好，都应当要知道这是上帝的受膏者。15节，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祖先一样所以这也是一个警告，也是要把这丑话讲在前面。当你们失去对神的敬畏，当你们没有顺从在上位者，当你们没有为在上位者警醒的时候，想要来残害神的受膏者的时候，那上帝呢必会因为他自己的话、自己的应许、自己的命令呢反手出手来攻击你们。好，接着再请家所长带我们来读16到19节。现在你们站好，你们将看见上主要做的大事。现在不是旱季吗？可是我要祷告，上主就会使天打雷下雨。你们看到这情景就知道，你们向上主要求立王是犯大罪，冒犯他。于是撒母耳祈求上主，当天上主使天打雷下雨，人民都惧怕上主和撒母耳。他们对撒母耳说，请为我们向上主你的上帝祷告，免得我们死。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要求立王是罪上加罪。谢谢。那一个先知的职分除了要教导了百姓遵守上帝的话，那还有一个职分就是要带导。所以16节撒母耳呢他在这里有个郑重的提醒所以说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面前要行一件大事。17节说，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割麦子的时间大约是在4月中到6月中，那时候也是属于旱季。但我要求告神，就是撒母耳要用祷告，神就必打雷降雨，让你们知道，并看出你们为自己求立王的事，在耶和华眼前是犯大罪那这些事情撒母耳其实已经提过，第8章提过，但是上帝就说任凭他们，但是撒母耳还是不放心，还是要警告百姓，明明就有上帝可以做他们的王，明明就有上帝可以成为他们的拯救和帮助者，成为他们自己的受膏者，但是他们却不要上帝做他们的王，要人来做他们的王。所以撒母耳要求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在旱季当中下雨，而且不仅下雨，还要下大雨，还要有乌云密布，还要有打雷。所以撒母耳向上主祈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一日这一天打雷降雨。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众百姓就非常的惧怕耶和华，也惧怕撒母耳。所以他们对撒母耳就开始说请你为仆人向耶和华女神祷告，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情正是罪上加罪
所以不见棺材不掉泪，真的要走到这种百姓的信仰太过于单纯，或是没有建立在上帝的话的时候呢，就只能够看表面，只能够看神迹，只能够看奇事，他们的心才会觉醒。所以当百姓真的是被这个雷声所撼动的时候，他们才觉醒上帝的话是真的，他们才真的把上帝的话当成是一回事，那也赶快的承认自己是罪上加罪啊，承认自己求王这件事情是得罪神。好，那但是这并不是撒母耳的目的。好，所以我们继续再往后来读。好，那最后请嘉硕长老段文读20到25节。撒母耳说：“不要怕，虽然你们做了这恶事，但不可离开上主，反要专心侍奉他，不要追随假神，他们不能帮助你们，援救你们，因为他们是假的。上主会守住他的诺言，绝不丢弃你们，因为他决定要你们做他自己的子民。至于我，上主要我不断的为你们祷告，这样我才不至于得罪他。我会教导你们行善道，走正路，要敬畏上主，忠诚尽心的侍奉他，要记住他为你们做的大事。如果你们一再犯罪，你们和你们的王都会灭亡。”以上。谢谢。那当百姓害怕，但是撒母耳却来的时候呢，反过来安慰他们，那也鼓励他们不要惧怕，因为虽然你们做了行这恶事，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说这个事情已经是不可逆。扫罗已经被膏为王，而且已经第3次现在集结在米甲，就是吉甲，就是要来开始一个以色列新的一页，进入一个历史的里程碑。但是撒母耳他说这个是覆水难收，但是还是一样有路可以走，就是不要偏离神，尽心的侍奉神，也不要去偏离随从那些没有益处不能救人的虚无的神明，就是这些的虚空，就是这些的偶像，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虚无，他们并不是真实的存在。这是从这个亚伦造金牛，一直到这个北国以色列灭亡，南国以色列灭亡的最大的原因就是拜偶像，就是沾染污秽，那就是属灵的淫乱。所以以色列人不再拜偶像，是在南北2国都灭亡之后，那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但我们也从但以理书看到，他们真的脱离偶像，下定决心，那立定心志，不再拜偶像，只有单单的敬拜耶和华这件事情，是要到被掳时期，他们才能够真的脱离这个偶像的残累。但是这么长的时间，那撒母耳从摩西那个时代，一直到经过撒母耳，那这都是他们一个以色列人的罩门，就是一直在偶像的权势当中。22节，耶和华必因他大名的缘故，不撇弃他的子民，因为这些子民呢，正是在见证上帝，正在见证耶和华，所以这些子民他们在世上的一天，就是在证明着这个世界上这些子民的主，是这个世界的主，是这个世界的君王，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们做他的子民，这倒是一个非常一个重要的提醒。因为即便以色列人软弱，以色列人抛弃悖逆，不听从神，但是神仍然喜悦他们以色列人做他们子民。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来自于上主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来自于跟雅各所立的约，来自于上主他早就所立下的约，所以这些约呢是不更改不改变。所以即便亚伯拉罕早已经不在这个以色列的群体当中，已经数百年之久，但是呢上主的约呢却没有忘记，因为神是昨日今日明日永在的神，那上主也会守住他的诺言，来决定要你们继续做他的子民。那23节，那撒母耳他自己本身呢，他最后回到他，所以至于我这一段，让我们读起来好像读完了这个
摩西的生命记，又读到了约书亚记的完结篇。好，那约书亚记最后约书亚说至于我，好，那就是非常的清楚，用自己的一生的服事，或是用自己一生的侍奉历程来见证他所相信的。所以23节撒母耳说，至于我如果停止为你们祷告，就得罪耶和华。好，所以意思就是说，撒母耳如果不继续为他们祷告，好，那这就是神所不喜悦。那神喜悦撒母耳继续为他们来守望，为他们来代祷。好，所以撒母耳也说，我绝不会这样做，就是他绝对不会停下来为上帝的子民祷告，而且我必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好，所以刚才说祭司的职分，好，一个是教导，一个是代祷。所以撒母耳在这边，好，他不仅是士师，他也成为祭司，好，那他还成为先知，好，那他做教导的工作，做代祷的工作。好，那24节撒母耳最后的提醒或看起来好像是临终的提醒，但是后面撒母耳还并没有马上被主接去啊，只是他是一个退休，或是他要交出政权，或是他是一个要一个进程的一个提醒。好，那他已经阶段性的任务完成。24节，但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侍奉他，因为你们要留意神向你们所行的事是何等的大。这也是以色列百姓常常忽略，没有用心来服侍，或是没有留意神的作为，因为他们没有回过头看历史，他们没有回顾上帝在过去每一天，过去每一年的带领，以至于他们只看到眼前，只看到当下，只看到前面的挑战，却没有看到过去背后上帝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切。好，最后一节，如果你们一再犯罪，或是不断的作恶，你们还有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啊！好，所以最后是留下一个非常重的提醒。好，那这也是申命记28章摩西在这个重生诫命的时候，选择祝福，选择生命或选择灭亡，选择祝福还是选择咒诅。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撒母耳用他一生的服事，从3岁被奉献到会幕，到他现在要年老，要交出接棒，那他来见证上帝的神圣的选召。好，他并没有把这些百姓把上帝的羊占为己有，或是来杀害吞吃上帝的羊啊，好，反而是清清白白清清楚楚，好，那的来交账。那撒母耳也呼吁百姓，一切救恩的源头是出自于神啊，从历史上的回顾，好，上帝才是他们真正的救主，只有上帝才能够真正的救他们脱离仇敌，脱离外邦外族人的残害。撒母耳也警告百姓，还有警告地上的君王，好，不论是百姓或是君王，若违反上帝的命令，违反上帝的旨意，好，那后果呢，就是要一同的灭亡。而最后撒母耳也清楚的指明，好，耶和华喜悦他们，做他们的子民，不论环境如何，不论时间朝代如何的改变，但是上帝的约是永远的约，上帝和这个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永不改变的约，只要回顾抓紧这个约，这份应许，就能够得救，就能够进入到上帝永恒的旨意当中。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透过今天的撒母耳记上第12章，也回顾撒母耳一生的服事，是一个尽忠的仆人。上帝，你给他1000、2000或5000，他都忠心良善的不仅来守护，并且来结出福杯满溢的果实，也让我们看见扫罗悔改信主成为保罗，他也为主征战那信仰美好的征战也是竭力向着标杆来直跑。也愿上帝透过撒母耳一生的服事，成为我们效法和学习的榜样，让我们能够守节心切来服侍你，让我们能够做你忠心的仆人，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主，我们这样子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嘉硕长老，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
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谢谢。